阿雄，你无看到吗？我真正无看到。你无看到答案吗？无。落来啊，落来啊，有啊，你啊，你无看到？答案就是伫遐啦。嘿，答案。哎呦！请问俗语咧讲六月挂菜皆有心，这是用来讲人是安怎的咧？嘿，假熬，假熬啦，嘿，假鬼假怪，虚情假假意，假熬，虚情假意，虚情假意，你确定？确定，虚情假意 ，B 吼，好来，咱来看者，虚情假意对唔对？恭喜哦，小文老师这回阁得到2000块啦！好，来，咱挂菜一般拢是晚年12月迄当阵开始食会到嘛，所以定定会做当年菜，吼，真好食。啊，就是伊6月时，其实挂菜拢还袂发袂好，所以内底是无心的，空心的就足假安尼。所以共款即句，咱到12月挂菜，就变做另外一句，也起来俗语哦，叫做足有心。谢谢老师。 10月还袂洗好，就是假有心啦，啊12月洗好，就是足有心的啦，真有心嘛，真有心嘛，不是有心啦。